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刺蝟協會創辦人 Sophia。首先好感謝大家支持領養代替購買，但係好可惜，我哋嘅領養服務已經喺2年前因為黑心人士舉報、漁護署放蛇警告嘅情況之下停止咗啦。漁護署話我哋需要申請領養牌照，任何代價叫你派一張傳單可以領養都係唔得嘅。但係領養牌照從來都唔包括刺蝟，亦都冇呢個選項。而以前免費領養又有試過俾人轉賣，喺呢個惡性循環入邊，我哋決定推出寄養家庭義工計劃。雖然香港嘅刺蝟多數只係得3至6年，但係由於野外最高可以去到10年，所以我哋寄養一隻嘅限期都係10年，希望寄養嘅家庭盡量可以陪到佢終老。而申請嘅步驟其實都好簡單，最主要得4個步驟。第一，申請我哋嘅會員，日常處理大量刺蝟嘅伙食同埋醫療，都希望得到大家少少嘅支持。會員最主要分咗普通會員同埋白金會員，下一段片會講下會員嘅分別。第二，參加我哋嘅刺蝟課堂，我哋都想新家庭起碼學識點樣照顧，買啲適當嘅物品之後先開始申請，亦都同時俾我哋見下你，了解下你。第三，通過少少嘅 MC 題，學完之後我哋都會問翻你10條好基本嘅 MC 題，確保你真係有飼養嘅基本概念。做齊以上3個步驟之後，已經可以向我哋申請，我哋會再同你溝通邊一隻刺蝟適合。之後你就可以預備第4步，準備一個新環境俾佢，影相俾我哋確認之後就可以接佢去屋企啦。4個步驟係咪好簡單呢？留意翻申請人係要超過21歲，因為我哋都希望申請人已經工作咗一段時間，有相對嘅積蓄，in case 刺蝟病咗都有錢去睇醫生。所以有興趣又有能力嘅朋友，快啲過嚟申請啦！